几位联合国人权专家周四发表一份联合声明，对中国维吾尔学者、新疆大学前校长塔西普拉提特伊拜的处境表示关注。他目前被拘留在中国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。联合国消息，特伊拜自2017年前往德国参加会议时被拘留以来，一直下落不明。据报道，在因分裂主义指控被秘密定罪后，他被判处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。专家们重申他们的建议，公开关于他目前被拘留地点的信息，并允许他的家人对其进行探望。巴勒斯坦学者协会和宗教事务部于2019年12月26日在加沙城以西谢赫扎耶德清真寺前举行新闻发布会，以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针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迫害。他们高举横幅标语：穆斯林是穆斯林的同胞，中国停止针对维吾尔人的屠杀。学者们表示，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待遇是明显的不公正行为，是对人权最基本特征的公然攻击，产生了各种形式和宗教和人权压制。该组织主席在声明中说，中国政府不尊重人类和人权，攻击并迫害维吾尔族穆斯林。我们呼吁中国停止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压迫和屠杀。据中共喉舌环球时报报道，一个涉嫌制售非法出版物案在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，12名被告人犯非法经营罪，主犯最高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10个月，并处罚金。据报道，被告谢先勇于2010年生产销售非法出版物，非法出版党政、财会、建筑安全等各类图书，其中以党政读物类为主。每逢党和国家各种重大会议召开后，在网上下载相关内容或购买相关书籍，便排成书籍。岳阳市中院认为，谢先勇等12人均违反国家规定，参与出版、印刷、发行非法出版物的一个或多个环节，构成非法经营罪，判处谢先勇监禁7年10个月，罚款45万元。其余10名被告分别被判处2年至7年6个月不等。中国政府周四宣布，将于明日联合俄罗斯、伊朗海军在连接阿拉伯海和波斯湾的阿曼海湾进行联合军事演习，这将是3国首次联合海上军演。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乌倩表示，本次中俄伊朗联合海上军演为期4天，旨在深化3国海军之间的交流与合作。乌倩并未提及中方将派多少海军前往阿曼海湾，但称中国本次将启用西宁号导弹驱逐舰。中国外交部则表示，本次军演属于正常军事合作。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海在石油运输中占有重要地位，世界上1/5的石油贸易都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。印度和巴基斯坦方面26日证实，印巴双方军队25日在可什米尔实际控制线附近发生交火，导致印方1名军官和1名妇女死亡，巴方有2名士兵丧生。巴基斯坦军方26日发表一份声明，指责印方违反停火协议，在过去36小时中打死2名巴基斯坦士兵。印度1名警官说，交火发生在巴拉姆拉地区，有1名印度军官在巴军队的炮击中丧生，另有1名妇女被炮弹碎片击中死亡。